好，就是请假的制度有问题，中央空服员判病是继续上班，结果过身。劳动部长洪胜汉表示讲，劳工请病假煞袂当来领奖金，这个制度是无合理，会要求公司保障劳工的权益。另外，调查立委批评中央已经违规真侪届，说是罚唔惊。洪胜汉表示讲，这个罚金伤少，会甲地方政府来讨论。 长营的空服员伫咧公司的大厅，静静排规排，向过身的同事献花致意。通知空服员职业工会讲，长营航空对空服员的请假伤过严格，无论是请病假、特休、天灾假，考绩拢会受影响。病假若拄好是伫咧固定假日，考的分数会更加多。 不管是常见的特休被拒绝，或是天灾期间被强迫出勤，或甚至是病假的时候被证明一再被刁难，这都是台湾劳工常见的情况。对空服员这事所引起的劳动争议，劳动部长洪胜汉讲，头家若是违互劳工请病假，会当依照事业单位规模甲违反的人数甲内容加重处罚，相关罚150万。也个劳工若请病假，规个月全勤奖金就拢无去，也无合理。我们认为，如果劳工请病假，但就要被没收整个月的全勤奖金，那这其实是不合理的。后续，那我们也会用制度性的要求，在这部分来保障劳工的权益。劳动部自111年开始，针对航空运输业进行238场的劳检，有50场违反劳动条件，违法率21%，总共处分金额725万，长营就占352万。调查立委拢批评长营航空有几多遍违规的记录，严格拢罚唔惊。每一次都是2万块，对照一个营业额每年高达上百亿的企业来讲，不会发挥任何你的这个财罚效果吗？ 以它发生的频次来说的话，裁罚金额是太低的。我们会来跟地方政府讨论。这边空服员过身，让大家看到企业伫咧劳动管理上的缺失。病假无应该将做员工备考考级的理由。洪胜汉强调，所来会针对劳工请病假样态，一个不利对待情形做综合检讨加评估。记者综合报道。